我今日有啲說話好想同阿哥家姐講。我知道我呢排好唔開心，成日令到你哋會擔心我。我今日寫咗篇作文俾阿哥同家姐，我好想講俾阿哥同家姐聽，有你哋我覺得好幸福，亦都會為咗自己寫嗰篇嘅作文而講得出做得到。我會為你哋做返一個開心嘅自己，我會為你哋喺我人生裏邊繼續加油努力，因為我愛我阿哥，我愛我家姐，我愛我契家姐，我愛我阿哥，我任何時候都好需要你哋，希望你哋可以原諒你哋個妹嘅任性，包容你哋個妹。我會繼續喺呢個人生裏邊繼續努力加油，無論遇到任何事我都會面對得到。我講得出，一定做得到。我嗰篇咁嘅嘢唔係隨便講，而係我真心真意同我阿哥同家姐講聲對唔住，我唔可以令你哋操心，所以由今日開始，我會為你哋做返一個開開心心嘅自己，我一定做得到，因為阿哥同埋契家姐好想見到我開心，只要我開心，你哋就會開心。所以我願意為你哋做任何事，願意為你哋改變我嘅性格，願意為你哋人生做任何一件事，只要阿哥同家姐開心，就係我人生之中最開心的事。阿哥喺我心目中係排第一，家姐喺我心目中都係排第一，兩個都係無分彼此，因為我最愛嘅都係在我身邊，我以後不會怨天怨地，只會努力加油。如果你個妹講得出做不到嘅話，阿哥同家姐可以唔理我，不過我相信自己一定做得到。